台语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你参考。解文说字，看到战车就想到战争。以早台湾人对着战争上界深的印象，当然就是二次世界大战。日本人咧介管台湾的时阵，美军来轰炸，国情手头家要来甲你做伙来开讲一下念歌四句联。这是咱过去住伫咧邦桥念歌的艺术家王玉川老师亲身教我的。王玉川老师也是新北市认定的传统的艺术家，总是讲已经离开咱咯。毋过伊甲国情讲，国情我编这个歌曲足用心的，总是讲即摆足少人咧请念歌。这真正我家己亲身听老辈讲的，就是战争的迄历史，就是念歌内底要描写出讲日本迄当阵安怎样，互美军轰炸来化疏开。头一拍国情讲互你做参考，讲敌机若来嗨嗨叫，地沟会动，山会摇，防空壕顶看面照，扫射亲像犁头标。迄敌机咧扫射，用犁头标来批评。这也真无简单，也真趣味。较早若咧练拳头，就知影讲，一手拍出犁头标，另外一个人安怎样抵挡，安怎样闪，有时就闪袂过。过来第二拍，讲敌机也有美丽狗，头是翘翘，尾高高，500起落一个狗，一粒弄着规砖头。讲美丽狗用迄个炸弹弄落，一粒弄着规砖头，拢安尼咪咪冒冒。嘴炎炎，样过过。王玉川老师听老辈讲，家己亲身细汉时的经验，写这个四句联，你甲看袂出，敢若景致摆在咱的眼前共款。过来第三拍，国情讲互你听，讲安尼样，讲毋若美丽狗啦，另外敌机阁有一款飞机，讲上界厉害美丽是。这款飞机生做啥物款形体？讲双多一只哪行鱼？这个美丽是会飞真低来监视，过来讲也会徛停驶探去，徛停停，搁会驶探去，角度射来射去，上界新型的战机才做会到。当然啦，战机来到位，毋是咧欣赏讲，伊也会徛停，也会驶探去呢，实在是目屎要飞袂离。过来讲，这个战机来轰炸的暗时来弄较厉害，倒位基地伊拢知。日本的飞机装浪派，政府着惊化疏开。在当时，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历史的四句联。